咱台语咧讲的头灯客是啥物意思咧？头灯客，头灯客是啥物意思咧？后客，头灯客，这我冇听过。常常来买人客，嘿啊是归零的意思。是哎，队长，你的队员咧迄落哈？给你的是哦，头灯客，就头灯客就是漂亮兮兮的新娘，笑嘻嘻的嘻呀，哦，笑嘻嘻的新娘，伊是讲安尼笑微微的新娘，归就零嘛头灯，客归零对了，这若要叫咱的叫咱的讲话，头灯客。对啦，安尼好啦，就讲这人敬尔，好，来，好，来哦。有搞啦，哦，咱台湾咧讲头灯客哦，就是查某人结婚了哦，头一摆登去外家，登去后头厝做客，咱叫做头灯客，所以头一摆登去做客。这个归零哦，伊是较文言的讲法，伊的意思就是共款，就是查某人登去后头做客，安尼。